Hello，歡迎返嚟聽書有賞，我係 Miss 書。你有冇試過好努力工作，但財富都冇乜增長？點解有啲人可以由零開始變成億萬富翁？究竟致富係唔係靠運氣，定係有方法可尋？今日 Miss 書就要同大家拆解財富界嘅經典書籍《思考致富》（Think and Grow Rich）。由拿破崙希爾寫嘅書，呢本書核心嘅概念就係財富源於思想，而唔係機遇。如果你識得用對方法去思考，你就可以改變自己嘅財富狀況。第一，致富唔係靠運氣，而係個思維模式。作者希爾研究咗超過500位成功人士，包括亨利·福特、洛克菲勒、愛迪生等。佢發現呢啲有錢人都有一個共通點，佢哋用一種特定嘅思維方式去面對人生。錯誤思維等運到。有啲人覺得發達係靠運氣，出身好就贏一世，但係現實好多白手興家嘅富豪都係靠正確嘅思維加行動去改變命運。正確嘅思維致富係可以學習嘅，例如阿里巴巴嘅創辦人馬雲，佢細個窮到連可樂都飲唔起，但佢相信思想可以改變命運，所以唔停學習創業，最後打造咗全球最大嘅電商平台。結論：如果你唔相信自己可以變得富有，咁你永遠都唔會富有。第二，燃燒式嘅慾望，你真係想能夠致富？希爾認為，致富首先要有強烈嘅願望，而唔係淨係想要多啲錢咁簡單。錯誤嘅例子，想發達但冇行動。例如，你話自己想財務自由，但你每日都喺度睇劇、打機，掛住下個月加人工，完全都冇學習投資或增加收入來源。正確嘅例子，設定清晰嘅財富目標加行動計劃。例如，李嘉誠年輕時生活艱難，但佢訂立目標，我要創業，成為行業嘅領導者。佢每日學習商業知識，研究市場，建立人脈，最後創立咗長江實業，成為全球富豪之一。結論係，想致富唔係靠幻想，而係靠行動加計劃。第三，信念決定結果。你信唔信自己可以做到？你相信自己可以致富，你就會揾方法去達到。錯誤嘅思維係，我冇呢個命㗎。例如，世明成日話我屋企窮，冇辦法發達㗎，結果佢一直就留喺啲低薪嘅工作，冇改變過自己。正確嘅思維，我一定揾到方法。例如 Tesla 嘅創辦人 Elon Musk， 佢創業初期連 PayPal 都賣晒，將所有錢投入 SpaceX， 最後成功改變咗全球太空科技嘅發展。結論：信念係會影響你嘅行為，行為就會決定你嘅結果。第四，行動力，思考冇用，做先要有結果。計劃100次都唔及你行動1次。錯誤嘅例子，等機會先做。例如阿強話等經濟好先嚟創業啦，結果10年後佢都冇開始。正確嘅例子，立即開始，邊學邊做。例如王健林，萬達集團嘅創辦人，由細個嘅時候只係一個普通嘅軍人，佢話揾錢冇秘密㗎，行動就係關鍵。於是佢創立咗地產公司，一步一步咁發展成為億萬富豪。結論係，有計劃唔等於成功，行動先會帶到你去終點。第五，人脈等於財富，你身邊嘅人決定咗你嘅高度。希爾話，你最常接觸嘅5個人就決定咗你未來嘅收入。
錯誤嘅方法，成日同啲負能量嘅朋友一齊。如果你成日圍住喊窮，冇動力，成日怪社會嘅人，你會被影響，變得冇動力。正確嘅做法，主動結交成功人士，學佢哋嘅思維。例如你想學投資，就加入投資社群，聽專業嘅課程，接觸比你厲害嘅人，你自然就會提升咗財富能力。結論，同成功人學習，你自然就會變得成功。滅書總結致富嘅6大關鍵：第一，思想決定財富，你要相信自己可以致富。第二，燃燒式嘅願望，訂立清晰嘅目標，唔係想發達咁簡單。第三，信念影響結果，你唔相信自己成功，點會成功呢？第四，行動力嘅重要，唔好等機會，馬上開始啊！人脈等於財富，你身邊嘅人影響你財富嘅高度。第六，持續學習，財富嚟自知識加行動。記住，有錢人嘅思維並唔係天生嘅，而係可以學習嘅。只要你識得點樣思考，然後行動，你都可以改變自己嘅財富狀況。如果你覺得呢一集都有用，記得 Like、Follow、Share， 一齊學識思考致富。我哋下次聽書友想再見啦！